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我要求天父，天父就另外赐予恁一位保惠师，叫伊永远甲恁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咱是世间人袂当接受的，因为毋捌看见伊，也无认捌伊。恁却认捌伊，因为伊定定甲恁同在，也要住伫恁内面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16节、17节。伫古早时代，人人拢有带着一位或者较侪位有势力的朋友出现伫法庭的习惯。因亲自出庭，甲朋友案件当作是家己的案件。用智慧帮助朋友来讲话，并且用着爱心来替伊办代志。这拢是主耶稣在世间的时阵对门徒所有的关系。所以当门徒想到主耶稣要离开因的时阵，因就真自然惊吓起来。大呢主耶稣便应许伊升天了后，得要找见着保惠师来做因的安慰者、教导者、帮助者、甲加力量的。以及辩护师，以消除因的忧愁，甲因的担忧。但主耶稣升天了后，伊伫天顶悠然继续着这种职务，为着门徒来辩护、代求，甲抵挡迄个每日控告选民的魔鬼。因而安尼，咱可以讲，升天了后，基督的工作的范围是伫天顶，奉差遣来保惠师的工作范围是地面上。耶稣基督安那伫天顶，正做辩护师，执行伊的职务；保惠师也照样伫地面上，正做辩护师，执行伊的职务啦。保罗讲，尚请咱的软者有圣灵帮助，咱本毋知影安那来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讲袂出来吐气，替咱祷告，感谢人心的知影圣灵意思。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呢，替圣徒祈求。对这个经句咱甲看起来，咱也通好讲，保惠师的工作范围虽然特别是伫地面上的，却悠然是伫天顶的效用。甲这种类似的情形，耶稣基督伫世间的时阵也是安尼。耶稣基督在世间的时阵，伊的所在地大大受到肉身的限制。工作时间只会当伫一个所在，袂当伫遮又搁伫迄个所在。而且门徒对伊所得的帮助、力量、教导甲安慰等等，拢是外在、暂时的，甲做比较起来，保惠师是灵，完全无肉身的限制。伊来咯，就是要住伫门徒的心内，只要有所需要，一切问题随时随在。拢可以得到解决咯。一直到5旬节圣灵降临，门徒伫这个代志顶面有一寡宝贵的体验了后，主要所伫以前的日子所讲的话，我去是甲恁有益处的。迄句互人袂当理解的话意义呢，因迄个时阵才切切实实会当明白咯。所以咱一定爱领受圣灵，成做咱灵魂活命的保惠师。我要求天父，天父就另外赐予恁一位保惠师，叫伊永远甲恁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咱是世间人袂当接受的，因为毋捌看见伊，也无认捌伊；恁却认捌伊，因为伊定定甲恁同在，也要住伫恁内面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16节、17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的收听。